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哇！咱即群的兄弟姊妹呢，带着上帝所赏赐予咱的精神甲快乐，咱来到伫伊的面前，就是要来学乐伊。阿门。这是无需邀请咱起立。伫诗篇内面讲，我的力量啊，我的快乐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所以咱学乐咱的耶和华，是用咱的快乐，咱的快乐是要为着来创什么会呢？是为着要来学乐耶和华。常时注意讲，咱着来到伫伊的施恩宝座前，伫伊的圣殿的内面，因为上帝伊要听咱对伊的学乐，咱是伊的百姓，伊是咱的主。阿门。所以咱徛伫遮是一个上价值、上宝贵的所在。你所徛的所在，就好亲像宝座。上帝看见咱伫咱的宝座的顶悬，伫咱每一个人所徛起的所在，真做学乐的所在。这是上帝要祝福伫咱的。阿门。哈利路亚。这是我需要请咱兄弟姊妹，咱举起咱的双手。哈利路亚。咱透过看直播的兄弟姊妹，咱由爱敬虔来敬拜咱的主。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学乐你。圣神，我学乐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神，你讲你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圣神，你是带来平安，是带来医治。你要伫阮的中间，成你奇妙的作为，因为你看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徛伫你面前敬拜你的，拢是上帝你所疼惜宝贝的囝儿。相信这个是你伫阮的内面运行做工，互阮放下所有的跨路、所有的颠簸，独独来仰望主。感谢俄罗主，圣神欢迎你的同在。哈利路亚！这是咱要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咱要三甲来祈祷讲来，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你带领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咱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需要邀请咱离开咱的座位，然后咱来甲咱的隔壁的人，甲咱的兄弟姊妹前后，咱来甲伊拍一个招呼，用咱的手背来甲伊动一下。然后你甲伊讲，咱的性命就是要来学乐，来，咱来找5个人哦，甲拍一个招呼一下。咱的性命就是要来学乐，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就是要来学乐，阿门，哈利路亚。只要咱开嘴学乐，上帝就为伊的门，伊天堂的门就为咱开，阿门吗？阿门，阿门。只要咱凭信心来行，上帝的恩典就要临到咱，阿门。咱做伙来吟诗，信心宣告将来，学乐伊就同在。宣告将来，学乐伊就
去自在来跳舞学乐咱的主，阿门。阿门。来，佮一摆来。脚伴对着节拍，双脚振动起来，双手慢慢展开，头壳也着表示，双手拍着节拍，心情轻松起来，唱歌心心自在，全力献出敬拜，脚伴对着节拍，双脚振动起来，双手慢慢展开，头壳也着表示，双手拍着节拍，心情轻松起来，唱歌心心自在，全力献出敬拜，只要学乐就学乐，天堂的门就开，只要相信就相信，乐乐就跑起来。学乐学乐就学乐，天堂的门就打开。相信相信就相信，乐乐就跑起来。只要学乐就学乐，天堂的门就开。只要相信就相信，乐乐就跑起来。学乐学乐就学乐，天堂的门就打开。相信相信就相信，乐乐就跑起来。相信相信就相信，乐乐就跑起来。咱将上大声的呼声献给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甲隔壁的人讲，你跳舞真正有够水的，哈利路亚。感谢主，互咱每一个永光教会家庭的人，咱拢是真够跳舞、非常够学乐的人，阿门吗？阿门，因为上帝是看得咱学乐的，阿门。阿门。我心学乐上帝，主的眼我的白，天地万物三甲印象，学乐伊大子名，手把三分水泉，高唱大海关山。天灵伊大管理因光，心爱公义交争。我是学乐上帝，世间千人的白，空中飞鸟吟诗出声，学乐伊大子名。溪水走无一嘴，风吹过一条水，一竿就来凉风吹来，风起大厉害。当咱要为第一节过来唱的时阵，我邀请兄弟咱先来唱，今回咱做来拍谱啊，学乐咱的主，哈利路亚。我是学乐上帝，主的眼我的白，天地万物三甲印象，学乐伊大子咱做来记，手把三分水泉，高唱大海关山。
献给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是看得咱儿女的，而且天地万物拢要来学乐伊，阿免吗？阿免。我邀请咱搁一摆拍开咱的双手，咱搁一摆来邀请圣神来充满每一个人，来充满咱的心。我相信，今仔日圣神要来对咱每一个人来讲话。哈利路亚。我专心渴慕，主引导我经历营养，你国度降临，主的恩典关爱的我心。我渴望亲近你同在，阮的满满，这是我心所等待，奉献家己，行好你我要来敬拜。我专心渴慕，我的敬拜，我的敬拜，你充满我心，情爱信心，我完全归属你。我渴望亲近你同在，阮的满满，这是我心所等待，奉献家己，行好你，求主信心充满前希望，叫唤我心，这是我心所等待，奉献家己，行好你，我奉献我所有，主带我进入较深的同在，我放下我所有，天堂门大开，我专心军队，我感觉我所有，主带我进入较深的同在，我放下我所有，天堂门大开，我专心军队专心军队，耶稣，耶稣，天堂门大开，我专心军队，耶稣。我专心军队，什么人？耶稣，耶稣是咱独一的军队。伫咱的吟诗学乐内面，我看见圣神充满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不管你的年岁偌大，圣神充满伫你的心上搁较大。阿免。咱专心的敬拜是圣神，是上帝所欢喜的。咱伫遮的学乐就带来迄个快乐，所以接下来咱要来祈祷。咱这礼拜。这2礼拜拢为着咱的幸福小组在做迄个手作，吼，在做迄个手作啊，真侪遮会
毋捌主的兄弟姊妹第一摆来到伫咱的教会，咱只是咱要举手来为着咱的这个报道会继续来祈祷。也阁有5场，也阁有5场，咱拢总11场，也阁有5场。求上帝透过你的祈祷，因为你的呼求，上帝就听，伊就要互咱的每一个报道会，拢会当得到大的收成。阿们吗？举起咱的正手，咱为着这个百姓也未信主的，咱开嘴来祈祷，互咱的报道会会当为着耶稣基督得到人。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伫上帝面前的宣告，哈利路亚！大声来宣告，哈利路亚！有气力来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乐主，主啊，你听见我伫你的面前的祈祷，主啊，我的心看见，最也未听见福音，这的朋友，主啊，你的灵临到伫因的中间，互阮会当照着这个报道会。就是将主基督你的福音会当传出去。主啊，你的气力伫我所有同工的身上，你行奇妙的神事伫因的中间。主啊，你来手术气力，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主啊，阮看见阮的厝边、阮的同事、阮的亲情、阮的朋友、阮厝里的人也未信主的。主啊，一团来到伫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主啊，互阮透过这个报道会。阮的同工得到上帝你手术因迄个特别的恩赐，互因在服侍时，因领受到上帝你的智慧。服侍时哪服侍，哪快乐，哪喜乐，因为上帝你的灵点伫阮的中间。主，我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你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因为福音本是上帝你大能力的快乐，是要救这一切相信的人。主啊，我要将这个报道会拢献上伫主你的面前。主啊，这个每一个透过阮邀请祈祷来到伫报道会中间，这个主啊，阮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互因来得到耶稣基督，只做因性命的主。主啊，你来帮助，互阮去继续阮的报道会，透过阮兄弟姊妹、员工教会兄弟姊妹合一的祈祷，要互这个拢会当一个伫这个末世时。来归恩伫主耶稣你的名，主啊，阮感谢阿乐你，因为你是大有气力的，你阁是听祈祷的，是应允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来，咱举起咱的双手，咱脚步，是咱脚步主稳定满满。
人，因为咱信主耶稣，为着咱领死的十字架，过活的主耶稣，咱每一个人拢诚做有五望，佮有永远活的性命的兄弟。咱是毋是一个有福气的人？阿门嘛！大声来讲阿门。阿门。甲隔壁的兄弟姊妹，你甲伊讲，你会当进入主的国度。你会当进入主的国度。过来，你甲伊讲，你伫地面上会当得胜有春。你地面上会当得胜有春。哈利路亚！这是毋是咱的祝福？上帝祝福伫咱的身上，阿门嘛！搁一摆向咱热情的呼声，互咱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拢真赞，因为咱专心祈祷，专心学乐，这就是上帝要形成咱永光教会，成做这个世代复兴祈祷的教会。阿门！上帝大大祝福大家，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于历代志上卷14章第8节到17节，请咱齐声来读，请非利士人听到大卫受抹油选立做全以色列的王，就转里就来追找大卫。大卫听到，就出去迎战。非利士人来侵犯利法因山谷。大卫问上帝讲：“我检通进攻非利士人，你检要将交伫我的手。”上主甲大卫讲：“你去，我会将交伫你的手。”非利士人上来巴入彼拉心，大卫伫遐甲因拍败。大卫讲：“上帝用我的手冲散我的对敌。”亲像大水甲堤岸冲破，因为安尼，迄个所在就叫做巴力比拉心。非利士人甲因的偶像等伫遐，大卫命令人甲遐的偶像放火烧。非利士人过来侵犯利法因山谷。大卫问上帝，上帝甲伊讲。毋通正面进攻，着射过因的后面，伫松在树林的头前，甲因攻击。你听到树尾有行军的声，就着出兵进攻，因为上帝已经伫你的头前攻击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照上帝的命令去做。对欺骗攻击非利士人的军队，直到基色。大卫的名声传到万国，上主和列国拢敬伊。以上上帝话读到这，愿上帝的话拢点伫咱的心内。所接咱要请咱本堂的主任牧师周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尊主最大的应允。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透早会当伫遮来组织。每一届伫遮组织，看见咱兄弟姊妹会当备办好势，备办心来到伫遮。我知影这是透过圣神的感动甲引带，互咱来到伫遮。也我深信，咱若有来，我相信上帝的恩典就得甲教育咱用。阿门。所以真欢喜，咱今日在一起做伙伫遮。会当用这样热情的心来敬拜。咱的教会毋是死翘翘的，是活跳跳的，对无？阿门！你甲隔壁讲，咱的教会是活跳跳的。吼，对哦，所以咱礼拜，咱敬拜上帝，就是用这款渴慕的心，这款的热情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咱要来听上帝的话，我相信这是上帝。互咱上介好的保障，是毋是？咱来起立，咱来做宣告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性命的保障，快乐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我为力上加力，
温上加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真欢喜，咱会再去会当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咱的主上帝怎样应允咱，互咱囡仔跟着伊的人，该得到的，伊也的确为着咱来备办好势吼。有一个老爸对伊的囝足有期待，囡仔15岁啊，伊会感觉讲即个囡仔足无男子气概吼，逐项代志安尼毋敢做主张。逐项代志拢惊失败安尼，所以呢，伊就去找一个武术的师傅，毋茫会当甲伊的囝甲伊教一下安尼。这个师傅甲讲无问题啦吼，囡仔交互我3个月，我保证伊就有男子的气概安尼吼。毋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讲你这3个月来你绝对袂当来看伊哦。你爱互我专心会当甲教，嘛会当互伊专心一只学安尼。哇！老爸就是讲好啊，3个月嘛对无吼？好，就3个月到的时阵，就充满期待呢，对无？哇！要想讲哇，这囝即马互即个师傅教了，毋知安怎？哇！即个师傅呢，就安排一场一个武功高强的即个人吼，甲伊的囝安尼对战安尼吼。哇！伊的囡仔起来，甲即个。武功高强的对战一下吼，即个因为武功足厉害吼，一下尔就甲演倒啊吼，哇！囡仔佫爬起来吼，哇！佫开始，佫一下尔就佫拍倒去啊吼，哇！佫一摆佫起来佫倒，佫一摆起来佫倒，佫一摆起来佫倒吼，10几摆安尼，哇！这老爸看袂落去啊吼，阮囝3个月连讲是安尼吼，哇！看袂落去啊！伊讲我看袂落去啊。无想到3个月哦，阮囝的成果是安尼哦，要堪只人拍一个，就倒，哇！这师傅甲讲吼，做老爸啊，你可能看会眼光看毋入去哦，你有注意看无？你看着表面的迄个输赢尔嘛，你有看到无？伊倒落去的时阵，会当随时佫爬起来，有迄个勇气佫爬起来，毋惊受伤，毋惊疼呢。佫起来，这毋敢是真正的男子气概。这老爸想想讲，安尼嘛有理咧吼，对无吼？兄弟姊妹，我相信伫咱基督徒的生活，咱嘛是拢伫经历这个过程。咱嘛足期待咱的囝儿事实，毋是互咱保护条条，拢无代志吼，拢无代志，到时阵有代志就大条的啊。看咱的身躯嘛是相共啊，拢总无病，无一定是拢总好哦。是无？有当时一个感冒，有当时就表示讲，咱的血管是活的啊，是面对这个病毒的时阵是有反应的，是会保护家己的。既然会保护家己，就会发烧啊，就会肿，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哦，失败无可比啦，对无？失败无见效哦，上见效的是啥？是爬袂起来啦，敢是安尼？这是会当互咱来思考，透过这个。故事，咱来会当来思考吼。咱看今日所读的经文，历代志下的14章，其实啦，对11章开始到14章，在记载伫当时的历史中间2个真大的代志。这2个真大的代志是甚物呢？这个历史的事件，第一就是大卫就成做全以色列人的王哦。过去的年日，伊毋是做全以色列人的王，毋是联合的君王呢。总是伫这段11章开始有记载，上帝应允伊，互伊会当起来，成做全以色列的王。这是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咱嘛会当看见，上帝互大卫的王安定了，大卫就将伊的首都放伫耶路撒冷，就是照上帝所指示的来行，这2件代志会当讲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历史呢。这2件代志对以色列人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永远袂忘记一个历史的事件。不过你敢知？当时伫这个世界内面啊，无人在意这个代志，因为当时
以色列人虽然是出埃及，哇，咱看出埃及这个事件是真重大，以色列的事件嘛是基督徒的性命的事件。毋过对历史来讲，对当时的列国来讲，因拢无在意着即件代志啦。吼，敢若伫所以伫历史内面，敢若伫出埃及的历史内面写一点点仔尔啦。吼，所以意思就是讲，无人在意即件代志，包括大卫做全以色列的国王，吼，受封立做全以色列的国王，佮建都伫耶路撒冷，嘛无人去在意。连这个伫伊的边仔南边东南边的这个埃及，嘛无在意即件代志呢。吼，总是咱对这会当来看见吼，当上帝互大卫来登基做全以色列王了后，以及所建立以色列的国度，甲这个首都耶路撒冷的要害了后，哇，整个以色列就伫世界，那像浮起来安尼吼，愈来愈受尊重，愈来愈受看见，愈来愈感觉是影响世界的。到今嘛，也阁是安尼，对无？哇，真特别吼，真正是真特别咯。所以，咱今仔日要透过这个事件来看，为什么上帝所下伊心意的人，上帝是怎样来看重伊？伊是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耶和华上帝？上帝是安怎看珍惜伊的态度，然后怎样大使开落伫伊的顶面？这会当互咱来学习。我相信对咱现在的台湾来讲，这嘛是一个会当互咱学习的一件代志啊！吼，咱看透过疫情对咱来讲是无好的代志，总是却伫疫情的这个3年的过程，上帝互咱台湾会当对下面慢慢怎啊浮起来，吼，互世界看见啊！这个小小的限制啊，竟然即马成做一个世界大家拢注目的一个国家，小小的国家。有人阁无要承认咱这国家咧？总是上帝却看重咱呢。上帝甲咱提升起来了，咱看咱犹原会当做影响世界的事。就亲像以色列的历史一般样，我感觉台湾的历史甲以色列的历史，阁有真侪相共的所在呢。咱透过安尼，咱会当来看，所以咱看起来虽然是真微细，总是上帝互咱有亏咱呢。阿门。吼，你甲讲，咱看起来微细，毋过咱真有亏咱咯。来，咱看起来真微细，毋过咱真有亏咱咯。阿门。是，看起来是真微细，毋过咱却是真有亏咱的哦。所以感谢主，咱透过这段经文，做伙来看。大卫怎样是互上帝所欢喜动用的一个路步？咱看，当以色列在开始创立国家的时阵啊，因面对上界大的强敌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因就是伫这个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的地图吼，这个破1/3对无吼？这就是爱琴海啊，这是这个以色列咯，中间就是什么河？约旦河对无？顶面是啥？一粒仔加利利哦，下面较大的是啥？死海吼，哇！大家安尼画地图就看得出来对无？所以这个非利士因是伫对，因就是伫这个沿海这边的哦。沿海包括这个爱琴海的这因是这款这民众吼。因即个民众啊，足好赌的，足好强的，足爱战争的吼。而且上界重要是安怎？因一直期待，因要对内陆吼，即个山即个地一直来攻，要扩展因的国土啦。所以因只要若搬过一个山，就进入到以色列的国土内面咯，就是伫以色列的山的遮哦。所以因常常去迄搭遐去伫迄搭遐来攻击以色列抢以色列人的这粮食啦。对以色列来讲，哇，实在是真头壳疼的一件代志哦。所以咱看，因甚至
甲以色列交战的时阵，以色列人是讲哇，甲约柜甲请出去，绝对就赢的，对无吼？但啊，连约柜都互人掠去吼，哇，这足无民主的吼，总是上帝安那，上帝做奇妙的事哦，吼。这非利士人甲以色列人约柜客回了7个月就挡袂掉啊，就紧送回去啊吼。为什么？上帝刑罚非利士人，因为因无尊重耶和华上帝，无尊重耶和华上帝所上顶的这个约柜嘛，对无吼？甲藏伫庙内面啦，吼上帝互因瘟疫，哇，因就知影讲哇，这是以色列人的神对阮的刑罚，所以紧甲这个约柜个行等于以色列人吼，咱就看见安尼。毋过虽然是安尼啊，无法度嘛是无法度停止非利士人因的野心呢。所以为什么因遐厉害？就是因为因有真好的武器啦。什么武器？就是讲因有一个会晓锻炼体的一个功夫哦。这个功夫伫当时来讲，因阁是有迄个专利呢。所以无一个国家会当做，敢若因尔，吼，敢若因会当做尔。你就知影，查拄着铁啊，当然是查较挡袂牢嘛，吼。所以咱看要安怎来了解这个，就是讲当色罗做王的时阵啊，伊的这个兵丁、这个军师啊，敢若2个人有举铁啊的证据尔，就是色罗王，吼。佮约拿单2个尔，剩的拢是举柴的。安尼你就知影，那面对非利士人的交战，因佮有战车，对无？所以对安尼，咱就会当来了解。当然，这2国的战争内面，上界互咱有记忆的，就是大卫面对歌利亚的事件嘛。总是虽然是安尼，咱看见这非利士人因的心犹原是期待对这迦南地。真意爱，因为这是上帝所祝福，这是老年甲老密的地嘛，吼。所以咱看见当大卫做联合国做联合全以色列人的国王了后，圣经咱今仔所读的，咱就看这个救赎对敌啊，因就安那就要继续来攻打，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嘛会当提醒咱哦，吼。对敌不时拢在安那，亲像腰会使对无？世界在加油要吞甲辛苦伊的人，吼咱知伫咱的生活内面，就是有这个挑战，咱就爱去注意嘛，无轻易甲伊放弃哦，咱就爱来了解。所以咱看，当非利士人听到大卫诚做联合以色列国的君王，伊就发动军兵呢，来到伫利法音国的所在。吼第一届咱看见，大卫虽然伊是足有智慧，阁是一个真勇猛的勇士，总是伊犹原谦卑伫上帝的面前来求上帝的指示。哇！上帝就甲伊讲：你会当出兵，我已经将非利士人的军兵交伫恁的手中。哇！咱看见上帝听大卫的祈祷，嘛应允大卫的，互因会当较赢呢。所以大卫伊所表露出来，会当互咱知影，伊虽然知影讲，因应该是会赢，总是因知，伫即个危急的时阵，因必须要来倚靠上帝，因为对敌也是真凶猛，吼。所以咱看，当非利士人搁一摆来的时阵，圣经就真清楚甲咱讲咯，大卫犹原照安尼，毋是讲无讲前届得赢对无吼？即届免阁问啊啦，一定是赢的啦，较会得阁问吼。有时咱常常会安尼啊，会思考安尼讲毋免啦，免阁祈祷啊，咱就祈祷上帝都毋是草原人拢听无过对无？听一摆就听有啊，无喏，搁一摆来到伊的面前，是表示讲降服伫上帝的面前，是表示讲我需要你啊，就是安尼，较需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敢毋是安尼吗？所以咱看大卫犹原照着上帝所应允，等待上帝指示了，伊较来出兵哦。
所以圣经就真清楚甲咱讲，上帝甲伊讲哦，讲无直直去哩，恁就要转去到因的背后，伫生菜树的对面来甲因攻击哦。也我上帝甲因讲哦，讲恁若听到生菜树有声音，有骹步的声音，恁就会当出兵啊。因为安那，也我西派的天军天兵啊，就伫恁头前去甲因攻击啊呢。哇！所以得胜的是在伫耶和华上帝，对无？军兵咱只是去修行安尼尔啦。所以这就是咱爱相信一件代志。咱看大笔有即款的态度，即款的信仰，值得咱诚做基督徒，咱会当好好学习呢。咱就爱来追求伊的面，咱就爱牵调伊的手，爱去追求上帝啊！你的心意伫倒落，我愿意顺服你。可能对人来讲，搁咧等啥？对人来讲，敢有需要搁遐济的时间吗？对人来讲，这就足简单的一件代志。过去就拢做过啊，为什么爱搁等上帝指示？兄弟姊妹，这就是代表互上帝欢喜真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知影，咱凡事拢祈祷。阿门。祈祷了较济，阿门。咱做伙来讲，祈祷了较济来。是凡事拢着祈祷了较济，祈祷了心平安，咱去做。我相信上帝就伫头前伫引带咱，阿门。就是搁有面对挑战艰难，嘛不要紧啊。既然上帝伫头前，这艰难对咱来讲，迄是磨练咱，互咱搁较轻调上帝的机会，敢毋是？毋是讲哇一学拢会当一帆风顺，无咯。咱看大笔的一生嘛，毋是安尼啊。所以这会当互咱好好来思考。咱第二，咱来看顺服上帝的话，上帝一定会有祝福哦。要我上帝捌亲自安尼讲，讲我立扫罗做王，我后悔啊呢。因为伊当专心无军队我，无遵探我的命令。哇！咱看扫罗王面对亚玛力人、非利士人，有2届的战争啊，伊拢是靠家己啊。伊拢无要等待，拢等袂调。就听候先知来，伊拢等袂调。伊讲安尼加一个先知来，我家己来就会使啊，敢毋是？哇！上帝看伊背逆的心内真艰苦呢，对无？所以圣经讲，上帝讲伊后悔啊啦，伊后悔啊！伊本来看重即个人，知影伊会当完全顺服上帝，就要立伊做王。搁互伊世世代代会当诚侪人有好的一个祝福甲纪念，总是伊无，伊活当心。后来咱看撒母耳就去甲讲安那，讲伊的罪是啥物？因为伊尊重人，较过头尊重上帝。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总是咱看大笔毋是安尼呢。大笔圣经就讲，伊就遵着上帝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的军兵，对欺骗直到基色。哇！这就是无共款，无共款的态度来面对上帝，有无共款的结果。愿上帝互咱有安尼看见。圣经的新约就安尼哦，透过彼得就安尼来讲哦，讲。上帝是讲我讲，我找到亚西的囝大笔，伊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遵行我的旨意啦。阿门。是哇，直接会当互咱来思考，来了解上帝安怎解说大笔，得到听，得到上帝的下意的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啊。大笔的意思就是讲啥？得到听的啦，得到上帝恩宠的，得到人恩宠，大笔的意思这2字哦。为什么上帝特别恩宠伊？因为伊凡事遵行上帝的旨意。阿门。凡事遵行上帝的旨意，迄时无照我的期待，我犹原遵行。迄时我已经拄着真大的艰难啊！为什么搁有这波的困境过来？我嘛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兄弟姊妹，
这是咱伫生活内面，咱伫信仰中间，咱必须要去操练的，互咱会当明白，咱凡事拢趁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顺服是一条的道路，顺服嘛是一个操练。顺服就是叫咱凡事拢得爱交伫上帝的手中，听从上帝的话啦。因为若交伫主的手中，主伊做主，若是家己要落咧，你家己爱做主哦。你得爱面对所有的压力、困境、不足哦。若是交互主，我相信上帝会弥补咱一切所需要的。这就是伫生活内面，咱会当去学习的。有一个朋友写批互作家，这个叫做杜格涅夫吼。杜格涅夫伊是一个作家吼，甲伊讲人生上界大的事，就是爱甲家己放伫第二个位啦，毋通放伫第一个位啦。哇！杜格涅夫哦，伊甲这个朋友回讲，对我来看，更较需要提醒的吼，就是决定要甲什么放伫家己的头前，就是放伫我人生的第一位，这才是人生上界大的问题啦。真有智慧对无？吼！哇！伊的朋友是讲吼，我着爱退来第二位。问题是第一位是啥物？第一位是完全重要的决策啊！迄个决定是何等的重要，毋是吗？到底第一位咱所放的是啥物？所以伊讲放伫第一位的到底是啥？较是咱人生上界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咱看大笔总是甲上帝放伫第一位，上帝就大大说伊。今仔经文最后甲咱讲，大笔的名传遍甲列国，耶和华互列国拢惊伊啊！哇，兄弟姊妹，所以对这个时阵开始，以色列就伫世界安尼慢慢浮起来。耶路撒冷伫世界的这个地位就愈来愈互人看见，到现在全世界拢有缘掠耶路撒冷做重要呢。列国拢期待会当占着这个圣山，哇！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伫这个时代所看见。咱这个回想到这个关键的历史的这个时间点的时阵，就求上帝帮助咱。咱的人生是甲什么放伫第一位？这嘛是会当搁好好思考的。当咱面对挑战困境，当咱亲像失志无平顺的时阵，咱搁较爱来思考，咱将什么放伫第一位，这非常的重要。所以愿上帝帮助，我要将上帝放伫第一位，阿门。咱做伙来宣告好无？我将上帝放伫第一位来，我将上帝放伫第一位，阿门。是，这是你我所会当的吼。所以大笔伊就写真侪的诗哦，伊讲耶和华对天顶来看世间人。要看有明白的无，要看有超找上帝的无哦。哇！伊嘛安尼讲哦，讲愿一切超找你的，因为你欢喜，互你因为你欢喜来欢喜快乐。愿遐意爱你救恩的，常常讲，着尊主尊上帝最大，阿门。是啊，咱看这就是大笔，伊将伊的生命的经历透过诗来写出来。来，互咱来体会、来了解，所以追求上帝，什么好处拢无欠缺啦，阿门。追求上帝，什么好处拢无欠缺哦。咱伫这礼拜5月12，透早7点半，要伫这个喜来登大饭店，要举行2023年今年度的国家祈祷的早餐会。即马这会拢已经备办好势啊，差不多会当有400个左右的人。这400个就是咱的全国、咱全台这个教会的领袖牧师，以及企业界的人，的基督徒，也是讲友好的这个企业界的人，以及这个政府的官员，意爱的，咱拢邀请因来参加伫这个祈祷会。这祈祷会差不多停2年3年啊。今年佮重新来开始，咱求上帝来帮助，互这个祈祷会成做台湾的祝福，
真做世界的祝福，真做台湾的社会甲教会的祝福。阿门。所以牧师今年受邀请爱去做台语的讲师啊，爱做用台语来讲道7分钟，7分钟足歹讲的，7分钟尔所以牧师要期待咱伫即礼拜，咱逐日拢为着即件代志来祈祷，嘛特别为着牧师来祈祷，互牧师会当用台语真顺溜来讲道来分享，这是全国性的拢媒体拢会看到，因为咱蔡总统会来，真侪政府官员拢会来，企业界的人拢会来，感谢主，卑微的我，上帝要伫今年用我伫即个所在，所以需要兄弟姊妹来为着我祈祷。讲道偏准备好总是伫迄个现场需要圣神加添开力所以咱即礼拜拢来为着国家的祈祷早餐会来祈祷，互即个祈祷会成做教会合一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嘛成做搁一摆，互台湾搁较浮起来，互世界看到，因为上帝要甲咱扶塔伫伊的手刀心的顶面，阿门。所以咱好好来为着安尼来祈祷，这是咱基督徒上界爱做的敢毋是？上帝互咱的权柄所以咱逐日都爱同心合意，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教会，为着家庭，逐日来持守来祈祷。咱就亲像徛伫城门的顶面，真做守望的，阿门。咱就是爱伫城门的顶面徛画饼就对啦，阿门。基督徒这是上帝互咱的权柄，咱应该好好来做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你做伙来宣告我是守望基督的画饼，我逐日要徛画饼，来，我是守望基督的画饼，我逐日要徛画饼，阿门。你愿意讲我逐日要为着国家、为着社会、为着教会、为着我的家庭来祈祷，举手一个来，阿门，阿门，感谢主好，这是上帝互咱的权柄，咱爱好好来使用。愿上帝帮咱，互咱有这款的看见你有领受无？阿门，愿上帝互咱有这个开力咱来读这个经文来。西雅屯有欠缺有腰，独独找耶和华的人，无欠什么项的好。诗篇34篇第10节。西雅屯有欠缺有腰，独独找耶和华的人，无欠缺什么项的好。诗篇34篇第10节。搁一摆来，西雅屯有欠缺有腰，独独找耶和华的人，无欠什么项的好。诗篇34篇第10节，对无？这是只读3届，对无？过来就爱重读，对无？重读咱家己来读牧师话要读我的来预备来。西雅屯无欠缺有欠缺有腰，独独找求耶和华的，找求耶和华的，无欠什么项的好，无欠什么项的好。阿门，阿门。我宣告，独独找求耶和华的，逐项拢有；独独找求耶和华的，逐项拢有。阿门，阿门。是咱用上帝话来祈祷，我相信迄个是大有开力。起立，咱做伙来吟一条诗歌。因为
为因要看见上帝，我要倒倒找求你，我主，用单纯的心，相信你的话。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若经历你的赦免，算我真认你是阮做情，在天白花不到花无停。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若经历你的赦免，错我真认你是阮做情，在天白花不到花无停，在天白花不到花无停，在天白花不到花无停。牧师在写这条歌的时阵，就是去经历原来会当进入到伫至圣所，去遐条件天父上帝，亲像伫真水的所在，天白花园一般样，有看见美丽的花草，有看见清净的水，伫迄搭遐会当享受甲天父交陪，交陪就是互相的讲话，互相的讲话。伫迄搭遐有即款的经历，我就求上帝帮赞，互咱永光教会正兄弟姊妹，逐日拢会当有即款的经历，因为恁的牧者逐日拢有即款的经历，甲圣神同行，甲圣神对话讲话的即个美丽的时刻，所以求上帝帮赞，透过即条诗歌是真安静的诗歌，却是会当提升咱的灵。进入到伫迄个荣耀的所在，去经历以赛亚所经历的上帝最王位伫迄搭遐。虽然世界动乱，国家真侪挑战，家庭真侪需要面对的，总是上帝做王。阿免，上帝坐伫做王，较大的患难，咱就拢无惊吓。阿免，这就是咱所会当挖靠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正兄弟姊妹会当逐日有一款的经历，主愿感谢你，你以爱情管阮，当阮呼叫你的名，你就用宝血洗清阮，来互阮会当进入到至圣所，甲主你见面。主，当阮看见你荣耀显面，当阮将你放伫阮第一位的时阵，阮就会当放下阮生活一切的重担，互阮真轻快。重新得到开力，来活出基督的香味来。主感谢你，将阮正兄弟姊妹因的需要交托给你，无论是因家庭所面对的，还是身躯所需要的，还是因的环境、信用、关系所爱去突破的。主愿你的灵运行伫因需要的中间，互因去经历你是富足，你是全能的主上帝。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嘛是咱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阮告主是阮做情，强逼领受我命全完。
这请起立。阮到主是阮做事，欠比领受我命转弯，信心感化，给体会啦，我到主阮信心所换，感谢到你心意心，一切错误拢小你小弟你上甲阮，你上甲你，阮要做心意互你，阮上甲阮，你上甲你，阮要做心意互你。也这请坐。这是咱要请潘牧师来做事工的分享。兄弟大家平安。咱今日伫上帝话内面，咱得到最的领受，将即个领受放伫咱的心内面，互咱今日定心得到快乐。伫一礼拜工作的中间，拢靠着上帝大有丰盛。阿门。你的身躯嘛要得到健康。下期日礼拜日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就是伫一礼拜的无闲了后，伫第7日，咱倒来到伫上帝的圣殿内面，就是上帝要祝福咱的日子。所以你的敬拜，你伫遮听信息，拢是上帝将迄个快乐大大施落伫咱的内面。伫明仔载定心得到快乐的时阵，会当过来过一摆向前行，上帝嘛带来大大的祝福。咱即时来关心咱阳光教会，咱的事工。咱伫咱的教会，咱的周报吼，咱拢有总是有同工有兄弟来帮助咱的干事来斗记即个周报吼，所以这实是嘛是一个真水服侍的工。好，过来这是咱的幸福小组，吼，咱的幸福小组邀请新的朋友伫咱的幸福小组内面，大大展现迄款。咱对新朋友迄款的热情吼，所以咱每一个小组拢有真好的真侪的遮的朋友来到伫咱的中间。这就是伫即个世代，上帝讲咱着传福音、传遍福音。所以咱的厝里的人、咱的同事咱的厝边，拢会当甲邀请来。好，来，过来，咱看到咱伫顶礼拜已经有6场咱的迄个花礼。所以因做甲足水的吼，每一个人，遮新的朋友，因每一个完成的，拢充满着迄个成就感，大家拢足爱的，而且佫拢会当做甲了。老师足够带，一步一步甲咱带了，然后呢，时间佫袂用足长的吼，所以咱的老师是真有技巧，这做起来吼，你敢知咱遮朋友因做了，送互因的厝边。送互因的管委，送互因的主委，然后送互因的同事，送互因的主管，送互因的科长，有欢喜无？大家拢欢喜甲，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礼物毋是母亲节会当送啦的，生日你的朋友生日，你嘛会当甲这送互伊，过来咱伫昨昏拜六，咱规栋大楼拢总有120几户，咱的青少年就准备康乃馨。足水的康乃馨，内面佫有卡片，然后一户一户一户去甲伊绑伫伊的门骹口，绑伫个门骹口。牧师伫电梯内面就有遮个住户，看到牧师就甲牧师讲：牧师，我们有收到你们互阮的迄个康乃馨的花。因讲伊收到了，看伫转来厝，下班转来厝，看到门口吊一个花，因讲迄个心吼，迄规工的迄个疲劳拢无去啊。伊讲，哪有遮尔好、遮尔水的康乃馨的花，吊伫伊的门口，一个看，内面佫有写卡片，哇！互因感觉讲想到因的老母，因就感觉讲哇，实在是足感恩的。而且伊佫讲，牧师，伫咱的即个大楼内面，有恁的教会伫遮，阮足幸福的。阿门吗？
咱做足好的见证，拢是咱每一个兄弟，这嘛是咱做的。咱为着教会奉献，咱听教会为着教会服侍，然后咱来服侍遮个还未信主的，这是毋是咱传福音的目标？对，这就是咱设立教会的目标，就是为着要传福音。感谢主，所以咱看到遮个青少年因嘛做种种真侪，因拢来遮得到真大的满足。佮有听到见证的时，你知无？听到见证真侪，而且新的朋友拢流目屎，流目屎讲哇！即个咧讲的人，哪共我遐共？我以前拄着我拢毋知要安怎，但是即个人见证，咱的见证咧，伊见证出来了，互因感受到讲，原来你拄着困难，是有上帝有耶稣成做你的帮衬。安尼咱就甲福音传出去啊！所以这实在是一个真好的报道会。过来，佮有5场，明仔载是啥物人？举手一个，明仔载轮到你咧。好，拢伫即场咧，好，真好，哇！咱做这绝对袂互你后悔，你无做你才会后悔，你做落了，你讲哇，我哪会遮熬？实在有够赞。所以会当搁邀请朋友，即马搁大概十几位会当邀请，搁有10几位会当邀请。所以朋友还未邀请，咱就会当来甲邀请来好，感谢主。后礼拜只有1场，后礼拜只有1场哦，几点？10点10点。咱有咱的儿童，因要跳舞，佮有咱的商人哦，哇！咱的商人，你敢知？因准备即个手舞哦，已经准备4个月啊！迄准备是要去迄个国家音乐厅演出的，所以准备4个月，但是因表演了、训练了非常好，所以咱后礼拜一定爱来甲因捧场哦，来甲因拍谱啊！所以后礼拜只有1场的，无亲戚的礼拜，邀请咱伫厝恁。你的厝里的人拢甲伊邀请来，因为这是一个真好的报道的机会。那来的老母做妈妈的拢有一份礼物，真好的礼物哦，好。过来，咱6月咱要有洗礼，咱勇敢来甲咱的朋友讲，来欢迎你来洗礼，请你来洗礼，所以呢，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你着勇敢开嘴甲伊讲，你来洗礼，成做耶稣的查某囝。所以咱伫6月第1礼拜咱即摆是伫报名的时过来就是要来拜6，咱的中级爱去参加迄个中会的初阶训练。好，过来咱看到感谢主咱的青少年有一个哇，因的震动星球迄个暑假的领袖营，然后这是要互咱的遮的青少年。咱的囡仔、孙仔，若无来到伫教会，请你来甲伊讲，我替你报名，我替你出钱，然后互伊来参加即个领袖营。领袖营大概3天，3天2暝，会当互即个囡仔有真大的改变，互伊有真大的即个社会价值观的一个改变，就是互伊是遇到上帝。所以你的囡仔、你的孙仔，咱好好甲伊引出来到伫教会，你知影无？咱互囡仔有好的教会信仰的环境来甲伊培养，10年了后，即个囡仔会当成做一个结果子的囡仔，互爸母毋免烦恼，连本带利拢会当，你会当收割，会当收割。但是咱的囡仔，你家看，即摆拢无互伊来伫教会，孙仔无互伊来无来到伫教会。10年后，你看即个囡仔会安怎？10年后，即个囡仔会连本带利掏空他的父母亲。因为伊无道德，因为伊毋知影什么是友好爸母，什么是是非，伊毋知影。所以即马只有教会在教遮的，所以请咱兄弟姊妹，你一定爱心中，互你的囝儿，互你的孙仔，一个趁细汉就互因来到伫教会，这是一个好的土地，嘛是祝福的土地。所以这把握咱的机会，有即个早鸟价。早鸟价是2200块，若无就爱交3000块，所以咱来注意这个时间。商人牧区明仔载几点集合？9点20要集合咱要有同工，咱的组长，咱拢爱准时到，因为咱爱搁来准备来准备。咱9点20，9点半就要开始啊呢。
好，恁爱9点，毋是9点20，9点集合来改过来吼。9点集合相连，9点集合因为9点的人遮新朋友就已经入来啊，咱遮9点20才到吼，安尼时间爱调节。咱9点，咱的同工9点来到伫教会来做准备甲祈祷，然后9点半准时要开始吼。相连几点集合？9点吼，9点好。过来5月13为着考生的祝福祈祷会咱的囡仔若有要考试的，会当带来到伫教会遮祈祷，毋免去庙啊找文昌君，来到伫咱的教会来祈祷。好，阁有一件代志，就是咱伫过来的5月12拜国家祷告会是礼拜几？好，咱嘛为着即个来祈祷。互咱的牧师伫即个国家的祈祷会内面，伊爱担任讲道，求上帝来互牧师有迄个对圣神来的气力，会当为着咱的国家总统嘛有可能参加，所以伫即个祈祷会内面，咱爱为着咱的台湾的安全，佮较重要就是互咱的台湾会当离开偶像的崇拜，阿免吗？佮咱的台湾一直拢伫即个淫乱的内面。所以，咱基督徒爱对圣经诚做一个警醒。一个国家若是伫一个拜偶像、伫一个淫乱内面，这个国家就会拄到真大的事。所以，这是上帝无欢喜的。所以，兄弟姊妹，咱一定爱为着咱的国家这个部分来祈祷，求上帝将伊的圣洁放伫咱的台湾。阿免吗？阿免。好，这时咱要来互相来祝福，来，大家请起立。咱用咱的热情来甲咱隔壁来甲伊祝福，互伊这一礼拜拢健康佮快乐。来，这位来。天主来临就好你，平安好气满满心，万星星来充满你，大梦大灵的大好气。来，祝福你，祝福你，你的平安就你。来，牧师来教咱一个祝福你来，咱以前是安尼对无？咱即马咧要来提升升级来，咱学韩国人因咧祝福的时是安尼，互你祝福，互你来祝福你来，别来，兄弟祝福你，祝福你，你的平安就你，你的充满你，欢乐拢无去。搁一届祝福互换人来换别人。每一个人拢接受着、接受着你的祝福。喜乐。阿门。请咱犹原徛伫，咱的牧师要来为着咱来祝福的祈祷。但愿恩典的主恩待咱，互咱日日行伫伊四正的道路，也愿圣神光照咱，互咱会当享受对上帝来百般的恩典，佮感动咱成做福音的出口，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一无
妹大家平安。平安。咱后礼拜10点，搁再见面，大家请坐。